電梯係使用當中㗎啦，上半層就入到嚟。咁而且咧天氣凍凍地，真係要影翻啲正南向嘅屋。聽出陽台南向採光嚟講係相當之炸裂㗎啦。咁啊雖然係頂樓啊，打通咗陽台之外嘅話咧，仲有一個7字嘅轉角陽台係保留咗喺度嘅。咁而且依間屋嘅話咧，客廳位置依然都係有採光窗嘅7字嘅一個單邊戶型嚟嘅。咁啊廚房嘅位置咧，其實後期可以經過改造咧，將佢褪翻出嚟少少，做翻下吧台，用起身係相當之舒服㗎啦。咁廚房褪咗之後嘅話，衞生間咧都係可以褪翻大嘅。咁啊做翻乾濕分離咧，絕對係冇問題嘅。呢邊嘅話咧就我哋第3個陽台啦，房出陽台嘅位置依然都係南向㗎，打通咗㗎啦。面積嘅話咧有成17個方喺度嘅，所以嚟講咧居住起身係相當之舒服。位置咧就喺沙苑呢邊嘅，仲要係可以做到一梯兩戶啦，南北對流嘅戶型。嗱，呢度係細房位置啦，其實空間感咧係真係冇問題嘅。158萬可以攞低依間電梯嘅2房單位，仲要係實用面積咧高達65方嘅。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